在新疆乌鲁木齐发生的重大流血事件，引起了旅英维吾尔人的强烈反响。自7月6日以来，他们每天下午都在中共驻英使馆前抗议。下面请看本台记者发自伦敦的报道。抗议的人们高呼“停止屠杀”。世界维吾尔大会驻英国的代表安华托蒂认为，中共是真正的凶手。这个当地汉族人，他们也是无辜的，他们是被诱导的。通过那个从那边发过来的有些那个录像片来看呢，他们是被误导的。因为呢，我看到有一个人在喊口号，他说一切由热贝亚卡德负责。热贝亚卡德他没有那么大的能耐组织这么大的事情。而且这个市委会呢，他们一直也是追求以这个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这个新疆问题的。在一家国际公司做经理的阿尔菲达很担心家人和朋友的安全，他们都在乌鲁木齐，我们打不通电话，互联网电话线都被切断了，没有办法和他们联系上。安华托蒂还表示，支持善良的民众退出邪恶的共产党，并希望汉维人民能和平地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。新唐人记者唐英，英国伦敦报道。